康寶萊我哋有兩種會籍，一種係優惠客戶，一種係獨立會員。我先睇一睇呢個優惠客戶先。優惠客戶嘅會籍咧就係有一個好靚嘅帆布嘅 tote bag 啦，呢個嘅袋啦，咁裏邊有一盒3天體驗裝，3天體驗裝一盒係有6包奶昔嘅。咁當你一經登記咗之後咧，你嘅折扣就可以由14% 一路上升到金級係32%，視乎你買嘢。咁我哋用一個儲分嘅制度嘅。咁另外嗰個獨立會員啦，咁我哋就係你可以做呢一個登記。咁樣呢個登記咧就95個國家嘅。咁422蚊會有3盒3天體驗裝，總共3618包嘅3天體驗裝，會籍亦都係1年嘅。咁咧，如果呢一個嘅發展會員，當你登記咗422蚊嗰個會籍之後，你一入嚟咧已經有25% 折扣嘅。咁買產品，我哋每一個產品咧都有分數嘅。比如一罐奶昔係20幾分咁樣啦。咁好啦，我如果想上升高啲嘅折扣，你可以考慮係1至2個月之內累積到500分，咁咧你就可以享有35%。如果3個月裏邊累積到1000分咧，有42% 折扣；6個月之內累積到2500分，都係42%。咁呢一個就係假設你頭嗰3個月分數未去到1000，但係後邊嗰3個月先至多分喎，咁你都可以用呢一個方法。咁總之，所有累積嘅分會一路計，12個月當你到4000分咧，你就會變成半價噶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折扣嘅階梯啦。咁好啦，收入來源係點咧？譬如零售利潤先，零售利潤就係話，如果我要買有客人佢要買1000蚊嘅嘢，咁如果我係一個會員，咁我就可以有25%，即係250蚊嘅利潤啦。如果我已經係50% 嘅領班，我就可以賺500蚊，賣1000蚊嘅嘢可以賺500蚊。咁第二個咧，批發利潤，批發利潤咧就係假設如果你已經係一個50% 折扣嘅領班，咁你下邊咧有一個25% 嘅會員買咗嘢喎，咁呢一度咧25% 嘅 discount 嗰個折扣咧就會收到啦。咁如果你下邊有一個係最高嘅折扣嘅會員係42%，中間仲有8% 收，咁呢個就係8至25% 啦。咁呢一啲咧，其實佢哋自己喺公司買嘢，網上登記，甚至乎唔喺香港都好啦。咁咧就會追蹤嘅，公司會追蹤每一個月即係月結咗之後，就會同我哋追蹤啦。譬如香港、台灣、美國，我總共成個團隊有幾多生意，中間差額係幾多咧？就會喺15號每個月嘅15號咧，就會過翻去我哋自己提供俾公司嘅銀行戶口啦。好啦，第3個咧，代銷佣金呢一個係咩意思咧？假設你係半價，你介紹咗妹妹SP 即係 supervisor 領班嘅簡稱，咁啊妹妹咧佢喺台灣喎，咁佢都用產品好好，亦都有興趣，咁亦都變成半價。如果你有半價，佢有半價，表面上就好似已經冇折扣咁啦，咁咧公司就會出呢一個5% 嘅代銷佣金啦。咁啊妹妹嘅所有嘅生意額，包括佢嘅會員，都會計5% 俾你嘅。咁啊妹妹介紹咗一個同事移民咗去英國喎，咁英國嗰個同事產生所有嘅嘢咧，公司都會俾5% 妹妹，亦都會俾5% 你噶啦。咁而呢個英國嘅朋友咧，又介紹咗翻嚟香港喎，香港呢個第3代同樣你都會收到嘅。咁其實你淨係識妹妹一個，可能佢嘅同事同埋香港呢個朋友咧，你都唔識，但係你都會收到1至3代5% 嘅代銷佣金。咁可能你發展得耐，你唔止妹妹一個啦，咁你仲有其他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條線，所有嘅3代我哋都會計到啦。咁跟住咧，當我哋嘅業績去到某一個嘅數咧，公司會額外再有生產獎金2至7%，咁年終馬克曉斯獎金同埋咧其他嘅獎推廣，例如可能旅行啊，或者一啲嘅禮物啊咁樣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一般咧，其實我哋叫客人買產品咧，康寶萊產品太多啦，好多啊。咁如果你一次過叫人哋買咁多嘢咧，就會嚇親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係我哋團隊設計嘅一個簡單嘅入門。無論佢係想體重管理或者改善健康咧，都係會由呢最基本呢幾樣開始用先嘅。咁可以揀 A plan 就係1盒3天體驗裝166蚊，咁佢感覺良好，佢中意先至再買其他都得嘅。咁啊 B 咧就係1罐奶昔，咁因為大家都會計數啦。咦，一罐抵啲喎，咁啊買1罐啦，同埋1罐先至有味道揀嘅，係啦，有7隻味，咁但係3天體驗裝咧只得曲奇妙趣1隻味嘅啫。咁但係如果大家都知道康寶萊產品嗰個優勢，亦都見到朋友用得好好，咁好多朋友都係會用呢4隻產品嘅，咁佢哋都不如唔好嘥時間啦，一次過開始啦。咁呢4個產品咧，
零售價係1578，咁啊奶昔同埋佳能蛋白質粉咧只係夠10日嘅啫嚇，因為每日飲2次嚇，咁但係蘆薈汁同埋瓜拉拿茶就夠1個月嘅，咁而呢個 D plan 咧就係足夠晒1個月每日飲2杯奶昔嘅啦，咁個價錢係3220，咁大家可以諗下啦，咁啊其實如果除翻開大概一日100蚊左右嚇，而家100蚊我叫你要去出邊食2餐都好艱難，仲要營養一定唔好嘅，咁啊但係康寶萊咧呢一個價錢係會幫你改善埋健康減埋肥嘅，非常正。咁我哋睇下個市場計劃，咁啊舉個例，我哋由下邊開始睇，我哋零售一套 D plan 係3220蚊，咁如果我用登記咗做一個發展會員422蚊咧，我開始享有25% 折扣喎，咁我賣出一套產品俾一個客人嘅話，我就會賺到737蚊，但係如果我係由500分起步，500分咧大概6650蚊入貨價嚇，咁咧。你每賣出一套 D plan 咧，你可以賺到1031蚊，哇，爭好遠喎！咁如果你話我自己又用，我又想攞最高嘅折扣，咁不如我就用1000分起步啦。1000分起步就大概係12000蚊。咁如果 D plan 咧大概係6套左右啦，咁啊12000蚊，我每賣出一套 D plan，咁咧就會賺1237蚊。咁而呢一個同樣啦，2500分咧，大概15套都係賺1237蚊。咁4000分之後，我哋就半價噶啦。咁我哋睇一睇啦。如果我去到半價之後咧，咁嗰個利潤就係1473蚊賣出一套。咁我哋以前咧，亦都有好多朋友。佢做開即係好似我自己都係我做開生意嘛，咁我會覺得做生意我當然就係想用一個最快嘅速度賺最多錢啦。咁所以我就決定咧，我唔喺500、1000呢啲分慢慢嗰度搞啦。我一次過入貨我就入4000分，48000蚊左右。咁咧48000蚊，如果我將佢全部用零售價賣翻晒出去咧，其實我大概係可以賺3000蚊嘅。咁好啦，咁我再睇一睇啦。如果我呢一個全部用呢一個4000分咁樣咧，之後我就會可以有半價，咁即是話我日後每一買一賣，我都可以係賺到最高嘅利潤啦。咁我哋睇下啦，如果我真係要開始呢盤生意，長久究竟我要做啲乜嘢咧？呢一個嘅即係講俾大家聽，其實你就算用兼職時間都得嘅，每日與人分享係啦，每個月我哋就做到5+1，咩意思咧？如果我每一個月我有5個人同我買產品，咁我賺1473蚊啊嘛。咁但係哎呀，有啲係朋友嚟嘅喎，我唔好意思咧，個個都俾正價去喎。咁我可以俾我嘅朋友咧簽入會做優惠客戶。如果優惠客戶咧，其實佢都有20幾個% 折扣買嘢嘅，咁咧。我就每一套賺少啲，但係都有737蚊喎。如果我咁樣一個月兼職嘅時間賣出5套，我全部係正價，我就有7000幾蚊賺。如果全部俾我啲客人有折扣，我都有3000幾蚊賺。咁另外5+1係咩嚟嘅咧？5就5個客人用產品啦，1咧就係提升1位朋友有興趣發展。咁其實香港好多人咧都係好想喺兼職時間揾一啲外快嘅。咁如果1000分起步，頭先講咗大概係12000到，佢自己用係用到最平，亦都可以去開始呢一個生意有一個較為高嘅利潤。咁咧，如果我有一個會員，佢入1000分，我中間都會有一個叫批發利潤，大概1400蚊嘅。咁好啦，如果我一個月用兼職嘅時間發展到呢一度，我會有幾多錢收入咧？我大概會有5000至到8000幾蚊不等，視乎我嘅零售係俾正價定係我係俾人哋有折扣啦。咁咧，我自己開頭做康寶萊嗰頭嗰幾年咧，我每個月咧我都係做10個新客，2個發展者嘅，我就做10+2嘅。咁啊，但係如果兼職嘅朋友，你只要做到呢一個每個月多5至8000蚊嘅兼職收入都好開心喎。咁咧，其實有好多朋友就會喺度諗啦，哇！如果真係用48000蚊4000分嗰個起步，會唔會勁得滯啊？我真係要諗下喎。當然一定大家可以睇翻你嘅情況，但係我都講下點解我當時會咁大嘅決定，一開始我就會用咁嘅起步咧。咁我當你可能你買個磅，買少少工具，5萬蚊成本，即係我喺度諗，我冇咩其他生意有可能我用5萬蚊可以起到步，仲要木封蝕本門嘅。因為點解咧？我就算
我呢啲產品真係啊冇時間賣啦，或者我真係冇心機賣啦，整整下我都可以自己用㗎喎。但係我以前做手袋嘅生意，我唔可以一個人用100個同一樣款嘅手袋㗎嘛，咁就會有死貨。康寶萊係唔會有死貨嘅。咁我就係諗到呢一樣嘢，同埋我再諗，如果我將5萬蚊擠喺銀行度存款啊，我會有幾多錢利息呢？咁如果活期嘅咧，搞笑就得5毫至5蚊嘅啫。但係如果你擠定期咧，你就大概係1000至2000蚊嘅利息啦。但係咧就唔係間間銀行收5萬蚊咁少嘅定期喎嚇。咁啊，跟住咧，第二個可能性啦，就係如果我用1年嘅時間，我賣晒呢4000分出去，我全部客人我都俾佢做優惠客戶，俾佢有銀級，有 discount 20幾個 percent 買嘢啦，咁我可以賺到幾多咧？我都有12000蚊賺喎，用1年時間慢慢咁樣賣啊，慢慢賣，咁啊都有12000蚊，咁啊一定咧就係着數過上邊咁你擠銀行嗰度嘅利息啦。咁第三咧就係就算我全部嘅1年啊裏邊我一樣都唔賣。最後我自己用晒佢，我都可以用到最平，同埋賺到健康啦。咁啊，希望我今日呢一個解釋咧，令大家會清晰啦。